就来到南投县的南投市，为着要解决到少子化，提悬到生育率，南投市长张家摕推出着政策，把这个生囝的津贴为1万块提悬到3万块，加上南投县政府补助的1万块，等于伫个南投市生一体会当领到4万块。后个月7月初1开始来实施。 南投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少，到今已经超过10万人。南投市长张家摕就请社会科董事定计会，规划将生囡仔津贴为1万提悬到3万。最近伫咧代表会3读通过，对这项代志，真侪民众拢感觉袂歹。因为我从网络消息看到，我们去年就有420个人，7月1号提到3万以后。 我相信我们的生意会提高。张家摕讲，南投市为今年7月初开始出示红婴仔，会当领3万块的生囡仔津贴，生一体补助3万，双生仔是补助6万。父母亲其中一位涉及在南投市超过1年的新生儿，就可以申请到补助1胎4万元。 公所讲，生囡仔的补助，红婴仔若出世，嘛要伫出世后的3个月来申请，才会当领到这条钱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